悲喜普贤上师言教的部分。然后呢，就前面我们就是普贤上师言教的共同外潜心跟不共内潜心这两个部分里面呢，就已经是圆满了共同外潜心。然后在不共内潜心方面呢，就是也是圆满了皈依的部分。然后现在呢，就是在我们就进入发心的部分。发心的部分里面来说到也是慈悲喜舍这摄无量心当中呢，我们就已经前面圆满了摄无量心。然后呢，现在就是慈无量心然后就那经的那个后段的部分。然后我们就在听课之前呢，就跟经常一样，为所有一切众生发菩提心。那么我们就从整个的世界，在整个的这个只有我们这个地球人类世界也一样的，就是在无数的时间以来，到现在一直都是有不断的众生这么无数的众生都是有在不断的痛苦。所以呢，我们就为了所有这些一切众生，都是曾经就是做过我们自己的父母亲的这个缘故下呢，我们就一定要为所有的一切众生要发心。那么为他们发心也是我们要有就一样的，就是有目的性的。那么为他们发心是要度化他们，能够可以从轮回的苦海当中救度他们让他们能够获得佛陀果位。那么这个方面呢，说到我们怎么样的才可以能够帮得到他们呢？那就是必须得我们自己要好好的修持佛法，然后以佛法来能够可以帮助他们要发菩提心，自己就是要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才是可以能够救度所有一切的众生。但是我们修持的过程当中就要有这样的一个发心，不然的话也是没有办法再能够可以成佛的，就是根本就不可能会产生一个能够可以度化他们、度化一切众生的一个这样的因缘。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佛教的修行者那么从每天就是在任何时间每时每刻都是在内心里面呢，就是要发菩提心，为所有一切众生能够可以解脱一切痛苦。那么相当就是在人类众生来说的，也是有各种各样的痛苦，疾病的痛苦、贫穷的痛苦、衰老的痛苦等等各种各样的，就是每一个众生都有各自有不同的很多的痛苦。所以呢，就是我们能够可以为了度化这些所有的众生，要发菩提心那么因为就是这些一切众生曾经都是做过我们自己的父母亲，所以做父母时呢，就所有一切众生都是对我们的恩德是同样的，做父母的恩德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到就是因果气质一样的一种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我们不是有讲到了，就是前面就是有在因果气质，或者是在那个其中就是这个度化一切母亲或者是发心的一种窍解方法嘛。就是首先第一个，所有一些众生都是知道我们自己的母亲，然后知道母亲以后呢，我们要了知一切母亲对我们都是有非常大的恩德。那么有这些恩德的话，我们要怎么去报答所有一切的众生的恩德？所以这样的喜爱感有慈悲心、菩提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那我们就发心。那么今天的课也是一样，同时也可以祈祷所有的我们自己的传承上师以及本尊文殊菩萨，那么同时也是祈祷本尊观世音菩萨祈祷一切传承上师能够可以希望加持我们，能够可以得到殊胜的传承，能够可以在我们得到传承的加持，传承上师的一些深苦意的所有的加持，我们也一样的能够可以获得大圆满成就果位。然后祈祷文殊菩萨，我们今天听的课学习的部分呢，就是一不漏的能够可以在了知一切内容文殊菩萨深苦意的所有的智慧加持于我们能够可以在从无明的这种黑暗当中呢，就是要醒过来，能够可以开启我们的所有的智慧，这样去祈祷。
那么祈祷观音菩萨，然后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我们今天在做学习这个为众生的发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内心当中呢，能够可以再产生菩提心那么我们的菩提心呢，就是在日日增长，能够可以达到观世音菩萨一样的大悲心大菩提心这样的祈祷。同时呢，我们就是在前面我们就是讲过很多次的，就是说听课的这些所需要的所有的条件。那么在身苦意当中呢，就是自己的身苦意呢，具备听佛法的课程的所有一切的条件。这样的一个基础下，那我们就开始再进入在这个课本的内容。本来所谓的上师僧人是无边一切众生的归处、救护者、护主及有情，但如今有些上师僧人是认为对自己做饮食供养的施主是自方的人，愿意保护，愿意给予保护，愿意保护什么救护是吧？并且赐予灌顶加持，而认为以恶业之因前已转为低劣之身，作害众生的恶鬼、鬼魔等是他方，并对他们生起嗔恨心，苦中喊着杀杀打打，做出各种打击的姿势，认为那些被害的鬼神该打该杀。这是自相续贪嗔之意所显现的，也是为升起平等悲心所致。若善加观察，那些作坏的鬼神其实比施主还可怜，因为他们由恶业之因感召而长为低劣身体恶鬼。那么这个以上的部分来说的话，就是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很多这种宗教信仰者各种各样的宗教嘛，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宗教，但每一个宗教都会有每一个不同的方式，因为本身来说的宗教都是善的方面，就是那个比较好的，都是没有什么不好的。宗教主要是一个宗教的话，那就是当然就是对人类或者是对信仰者会有帮助的。但是这些宗教跟宗教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那么帮助的对境有区分，或者是在那个能够帮到众生的这个利益有大与小以这种的区别。所以在佛教来说的话，就是帮助的众生是所有对境是所有的众生，尤其我们作为大乘佛教的一个修行者，那么我们在所谓的菩萨大菩提心或者是大慈悲心的对境是所有一切众生，这里面没有区别说这是我方，这是他方以这种的产生。因为我们前面刚学到的这个15量心的时候，都没有相对性的这种永久性的一种他方跟永久性的我方。那么我们这一世呢，就是在暂时看到自己眼前的所谓的这种出人或者是他人或者是敌人，或者是在自己的这个亲人或者是自己的家人等等，这些一切都是短暂性的一种他与我的这种的分别念。因为这些所有一切的分别念也是根本就是从自己的内心而产生的。那么自己的内心为什么产生呢？因为我们自己有非常严重的我执，非常坚固的一个我执性，因为执着，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产生了以这样的我方以及他方的这种区别。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呢，就是巴智仁波切在这个书本里面所讲的，就相当就是有些僧人，然后就是要去帮人家修法念经等等的过程当中，当然在藏地来说的话，就是过去也是一样，到现在也是一样，就是因为
在一个家庭或者是人类的有任何的这种怎么说呢，那个不顺利，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障碍的时候，那么就一定是会求寺庙跟会求僧人们，就是做一些法事、修法等等的。但是这种过程当中呢，就是要亲法止也是一样的，有各种各样的那种怎么说呢，那事项那就有些觉得呢，就是上师应该会降服所有的魔，然后呢，就是把我的障碍着我的这些魔鬼鬼神这些都应该会杀掉他们，或者是消灭掉他们，有这种的想法。那种消灭跟杀掉那些来说的话，是用一种愤怒的方式，那么就把处理掉。有这种的，相当就是人跟人之间有威力的人，就是消灭那个弱小的人一样的，有这种的一些看法。那么这些来说的也是实际上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因为我们今天你依靠佛法而做这些的时候，那就是能够可以具备可以帮你念经修法的这一位上师或者是观理的上师，他是要具有菩提心的。我们前面就是共同外潜行的时候，也是有讲过很多在依止上师的方式跟观察上师的方式。那么观察上师的方面呢，就是在那个外内密三种的各种戒律方面、各种行为方面、各种各样的这个功德跟修持方面等等等等各种的但是最终最后的最基本的就是必须得要具有菩提心的一位上师，才是真正的上师。那么如果是在内心没有菩提心、没有慈悲心的一位上师，那么就是不具备作为一个大乘佛教的上师。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大乘佛教呢，就是主要就是修菩提心，为所有一切众生发菩提心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那我们就从实践的一个语言，或者是用实践的语言来说的话，也是作为一个导师或者作为一个老师，那么就至少就是比学生更要有那种知识的。那么在这个佛教当中的知识，就是相当就是在学问是一个，但是最主要呢就是成就。那么这个成就方面来说的话，它当然就是不是说今天你有多少的成就，就像在那个电脑的空间一样，或者是电脑软体里面的东西一样，有多少排 CPU， 没有办法这样去看出来的。但是呢，就自然而然就是在这个有成就的情况下，那就自然而然就会得到感受的。那如果是没有菩提心的情况下，那相当就是刚刚就是在这个前面所讲的一样，今天去帮人家念个仪轨等等，实际上这些密宗的仪轨里面呢，当然就是也是有一些降魔就是这些等等的各种各样的仪轨，但这些一切都是基本上根本上就是以菩提心的基础上，然后就是今天一个生病的人，他也一样有这个病有病的主人，然后相当就是我们今天就是生病也是过去没有换清的斋，今天去用自己的身体的这个折磨来换给这些恶鬼跟这些众生，但是这些恶鬼也是非常可怜的，大多数的恶鬼都是一生当中都是伤害他人、伤害众生而度过，然后在过了这个时间以后呢，就是结束了这个恶鬼的生命的时候，那大部分都是又会下地狱的。那么这种来说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可怜。那这边就是有法智仁波切讲，我们这个就是为一个功德主今天念经，然后就是在消灾这种时候呢，好像就可以再把这些魔鬼那些能够可以伤害到他一样。实际上，如果是在短短的这种伤害方面来说的话，也是。今天如果是你没有任何菩提心的情况下，你真的是要伤害他方，然后去保护四方以这样的念经的情况下，那么这个造业是非常严重的。那么这些方面来说的话，也是短时间里面好像就是也是会起点效果的。原因是这个起效果是什么呢？并不是你伤害到他的那个降服到这些众生，所以再也不会来伤害的，因为不是这样的，因果是存在的。那么这些魔鬼这些恶鬼，
那么看到你的这个羞耻感，你的这种成就没有到什么样子的程度的情况下，那他就是利用你来伤害一切众生，利用你来一直造业。那么这种时候来说到，就是那我们经常也是在什么地方，在很多地方看得到的，相当就是附身的啊，或者是这些各种各样的有的没有的，那么就是有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嘛。那么所以就这些也是并不是说是不是真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说的话，就是都是包括在发菩提心的对境。所以呢，修持佛法以后呢，被那种附身啊，或者是有那种魔鬼或者是那些非人障碍的，就相对是非常少的，非常非常少的。那这些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今天如果是为他人修法，也是当然就是保护你的功德主也好，你的这些保护者，你的信众或者是你的这些保护的对象，当然就是同样的就是保护一切的他的这种病株啊这些啊，所以这些非人，那么能做到这样的情况，这样的一个修行者来说的话，那就有菩提心的，就有菩提心的成就者才能够做得到。自本作人着空着